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吼咱每礼拜一暗时5点到6点厝边隔壁的节目，我是立法委员秀芳。真欢喜吼，搁来到拜一的时间，和大家做伙来了解到咱即马目前政治的一寡新闻消息，或者是大家关心的议题。首先我先甲大家报告，就是秀芳是即阵立法院当咧审即个今年度的预算，互大家一定感觉足奇怪啦今年度的预算为虾米即马才咧审啦原本应该是一旧年的即个9月9月到12月，应该就是爱审今年度的预算。因为国民党甲民众党因都无爱审嘛，所以一直延到今年。延到今年。到5月5月6月，即马才咧审今年度的预算。年度已经过一半嘛，即个1月到5月已经拢过1月到6月份拢已经过所以即马咧审的嘛毋知当时才会三读通过所以咱看到讲即届即个立法委员无论是一法案也好还是一即个预算拢造成。咱的执政的即个执政党咱的行政院即边真正足歹做的，尤其是行政院因要推动的一寡政策拢因为立法院即边背过啦那另外就是讲即个今年度的预算无通过嘛影响到足济就是咱一寡新的计划一寡新的补助嘛因为今年度的预算无通过一寡社会福利的补助都无法度来实施嘛另外就是讲有足济咱的民众嘛会讲原本社区咧办活动可能一寡单位会有加减一寡补贴因为今年度这个预算还未通过，所以咱有足济单位嘛因为预算无过毋敢甲即个原本的一寡计划要开的是讲要补助的即个活动拢毋敢这个毋敢先发放啦所以造成讲咱嘛有足济即个社区今年度办的活动政府原本拢会加减补贴一下结果因为中央政府的即个预算也未通过，所以造成咱民众还是讲社区即边办的活动无法度得到政府的即个补助所以我即只先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说明啦因为今年度的即个总预算即马目前立法院还搁咧审查搁足济这个委员会目前嘛为个还搁咧审查啦审查了后爱搁2读3读。所以到7月份毋知有法度甲今年度的预算通过无佫是一个问题。后年每年的预算差不多8月行政院就会甲即个每年的预算佫送来立法院。原则上应该是爱是9月到12月就是爱审预算啦结果咱看到讲旧年无审今年9月到12月毋知审每年度的预算无大家则佫斟酌来关心因为这拢影响到咱所有民众的即个权益，尤其是明年开始政府有提出一个，就是要因应即个少子化，囡仔愈来愈少，囡仔愈生愈少旧年咱的新生儿超过10万左右啦今年度的即个新生儿就是拄出生的即个幼囡仔可能无到10万咯目前看起来应该无法度突破10万，所以可能囡仔愈来愈少是一个足大的问题是咱的国家安全的问题因为这未来会影响到咱的国家的即个国力，也是讲咱的经济都拢绝对会影响到，所以咱的赖清德总统为着要因应即个少子化囡仔愈来愈少是国安的问题，所以伊就讲明年开始咱的0岁到18岁就是拄出生到18岁政府要来到期一个月要来补助5000啦一直补助到即个18岁是前半年，就是前6岁进前逐个月就是5000嘛你原本的即个补助拢共款照原本有的补助，就是照领啦为明年开始就是0到18岁咱即个政府要来到饲囡仔即个补助是甲原本恁领的迄个补助是不冲突的所以
这个就是要互咱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会当减轻即个负担，而且就是0到6岁逐个月5000是领现金6岁以后到18岁，一半是现金，一半是存到即个基金内底，袂当领。当然，伊满18岁时阵才会当领。这就是互咱的囡仔，你到18岁了后就有第一桶金啦这是政府要甲咱的少年人来斗相共。这就是为明年开始为明年开始，如果讲明年的即个预算无通过，这大家则无法度领。所以咱嘛是爱甲咱的好朋友甲咱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就是政府有规划，明年开始0到18岁，逐个月要领5000。毋过这就是爱经过咱的立法院预算爱通过了后，明年度才有法度来实施。如果讲立法院针对着明年的即个预算到尾佫无爱审的时阵，有可能明年的即个0到18岁，逐个月领5000，就无法度实施。所以我即只先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另外咱即个总统这边嘛有提出，就是监察委员提名即个监察委员。因为监察委员即马就是这已经欠有诶教任有诶有欠就是教任无补所以即届提名20多个即个监察委员已经送来即个立法院啊。当然咱嘛认为讲未来即个监察委员监察院应该是爱废掉我嘛认为讲即个监察院应该是爱废掉啦毋过目前咱还无修宪，无废监察院的时阵，共款有欠议长爱用副议长教任或者是监察委员教任嘛是共款爱照补啦共款爱补即个委员那咱看到讲即马即个总统要提名即个监察委员国民党这边因是提出讲总统所提名的即几位即个监察委员，拢要去甲转即个不同意啦这就是不提名不同意。所以咱看到讲，既然即个国民党因讲可能就是全部要否决即个监察委员。当然是咱希望讲未来即个监察院会当这个会当做一个条件爱无得废掉。毋过这就是牵涉到修宪啦牵涉到修宪，当然这未来即个路佫足长的这修宪是爱大家有共识。毋过就目前状况看来，即要修宪的即个可能还佫有困难。所以即马目前监察院欠缺的即个委员的部分嘛是共款爱补啦当然咱是民进党这边是即个总统提名。是立法院这边当然会尽量来配合即个总统提名的即个委员啦咱嘛希望讲这个提名爱经过立法院这边审查了后大家有意见讲无就是这些监察委员爱佫经过即个备询了后再来转即个同意权当然这佫有可能爱佫有1-2个月即个时间。当然，咱嘛希望讲咱所有好朋友大家做伙来关心目前即摆的即个政治行到倒位啦那尤其是今年年底的即个选举这个地方政府的即个选举县市长的选举啦、议员啦、乡镇长啦、代表啦、村里长的即个选举大家拢非常的即个关心佫即个县市长的即个选举大家拢真关心，因为这影响到一个县市未来的即个发展，甚至着影响到即个2028年的即个总统的即个整个即个选举。所以大家当然是各政党拢非常的关心即个年底即局的即个选举那伫中华嘛是共款大家特别关心，因为中华是即届的即个县长的选举确实，大家感觉哇，即个剧情一出比一出佫较热烈，一出比一出佫较劲爆啦那当然就是爱到即个8月底9月初整个登记了后，就会当确定几组人要选还是讲是毋是有人
会阁造出来，有人阁要选，还是讲台面上这些有人就无选，这个都有可能只是讲爱未到登记的时阵大家拢会当静待观察。毋过咱讲年底即局的即个选举，就是影响到咱县市的即个发展，选到一个正确，还是讲有远见的即个县市长对整个县的还是市的即个发展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是咱一直咧讲的当然是中央甲地方大家会当共同合作，即个较有法度做伙来发展地方的一寡重大建设啦所以咱嘛真希望讲，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会当拜托会当来支持咱民主进步党所提名的即个候选人无论是咱的县市长也好，还是讲地方的乡镇市长，还是讲议员代表、村里长，拢是共款另外小芳一只嘛要甲所有的咱的听众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就是最近咱讲即个诈骗嘛是共款足猖獗啦今仔日看到一则新闻就是有一位咱的即个中华的一个女性伊可能向骗几啊千万啦这就是讲咱一直咧讲即个诈骗遮尔严重大家拢应该你也感觉讲这是不太可能的，可能爱个求证爱个求证袂使消贪人讲消贪可能你就是会甲家己的本去加去所以咱一只嘛爱真提醒啦因为即个电视新闻嘛定咧报咱若看到媒体啦还是讲网络嘛拢一直报告某物人即个去互骗去即摆骗拢骗几啊百万甚至几啊千万甚至为了阁去互骗去国外去啦所以你讲即个诈骗遮尔猖獗大家嘛是爱真认真去判断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就是讲咱一只要甲咱的好朋友来报告尤其是过来是咱咧放暑假的时阵放暑假咱有足侪咱的囡仔当少年，还是讲高中拄毕业即个满18岁啦，满20岁啦为了朋友招的，就对人去无就是朋友招的讲即个国外倒位会当趁遮侪钱囡仔即个判断能力为的毋是讲为了想讲我要趁遮侪钱就对人出国去结果去互骗去柬埔寨就无法度转来所以我这是小芳是服务处即边嘛有拄着有妈妈咧澄清讲伊的囡仔去互朋友带去柬埔寨到即马已经几啊个月拢无消息，所以一只我嘛要甲咱的好朋友来提醒，尤其是过来放暑假小朋友是即个网络顶上网的即个时间足长的所以有点伊伫网络顶看的消息，还是讲有朋友甲招就对人去有点就对人出国对人出国这是足危险的，就是出国了后有诶就无法度转来有诶1-2年了后嘛无法度转来，甚至有诶就是讲摕钱搁去甲人赎转来就是赎回啦所以我讲一只嘛爱提醒着咱的即个爸爸妈妈你若咧听电台爱记诶就是咱的小朋友咱的囡仔爱甲看伊是暑假的时阵是咧做啥物工课到底是咧做啥爱了解一下无有点对人出国还是讲对人去做一寡有诶无诶这其实拢对囡仔会影响一世人所以我一只嘛爱提醒咱的好朋友啦就是囡仔的代志你嘛爱有一寡关心爱有一寡关心好过来我嘛要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因为最近即个股市开始足夯啦即个股市逐工今仔日嘛阁起啦咱看到有足侪咱的朋友就是看到股市遮尔热为的人讲股市会当趁遮侪钱
着甲厝摕去抵押，吼，即摆目前吼40外万的人吼，就是甲厝摕去抵押吼，就是摕去抵押，即个甲钱落落去股市吼咧算股票。其实吼，这是一个足危险的代志啦吼。就是咱知影讲吼，这股市到底当时要起，还是讲当时跋？吼，当然伊即要跋，当时要跋是嘛毋知啦吼。所以讲吼，你若讲去借钱，去融资，还是讲你甲厝摕去抵押，结果钱全部落落去股市吼，这是一个足恐怖的即个行为吼。这当然一股市要趁钱，有人讲最近股市一直起吼，这当时有一个天花板拢毋知。毋过吼，这嘛是足危险啦吼。当足侪人拢投入即个股市的时阵，你拢爱看着讲，万一若有一天吼，这股市也跋的时阵，你是毋是会受到足大的影响？所以我拢原则上就是讲，爱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提醒，尤其是吼最近一日法院吼，咱嘛足侪委员针对着讲股市即马足热的，足侪即个小资族也好，还是讲伊原本甲即个厝摕去抵押，这钱全部落入股市的跩人，吼40外万人呢吼，40外万户，吼就是甲即个厝摕去抵押，然后甲钱借出来了，全部落入去股市。万一有一天股市也跋的时阵，哇，这可能有足侪人会这个房子可能会去用拍卖吼。所以我有时候觉得说，要算股市，要算股票吼，你就是爱有多余的钱吼，就是不会万一若讲即个股市跋的时阵，嘛袂影响着足大，袂互你的即个经济出问题，互你再来算股市。无就是讲你就是做一寡较保守型的投资吼，安尼可能会较好啦吼。所以吼，我看着讲最近吼，一日法院足侪咱的委员拢针对着讲即摆目前的股市遮尔热这么多的这个足侪人拢投入股市，甚至你即摆吼，你也去菜市啊，还是讲去倒位，你听到逐个拢是咧谈论即个股票吼，还是讲股市的时阵，你著是爱家己爱足细腻啊啦吼，就是表示足侪人投入股市，那万一吼这个股市有一个万一的时阵，哇，这可能就影响足大的吼。所以咱嘛希望讲爱甲咱所有好朋友吼来做一个这提醒，咱嘛有拜托着讲吼这个央行这边吼。嘛爱提醒着所有的即个银行，嘛拜托即个财政部爱提醒所有的即个银行，就是即个民众伊也甲即个房子吼摕去抵押，钱吼全部落入股市的时阵吼，其实爱甲这民众吼爱小问一下啦，互你甲厝抵押，你是这资金是要投资，还是要投资啥物？吼，这拢爱提醒吼。才不会造成，当然股市有一个万一的时阵吼，造成很多民众受到影响，安尼就是咱不乐见的吼。所以咱要求着即个央行啦吼，搁即个财政部以及所有的即个银行拢爱提醒咱所有的即个民众吼，你若只有去银行要去贷款，还是讲银行甲厝摕去抵押，吼，拢是爱。小问一下，小提醒一下吼，这是最近一日法院吼，大家关心的一个议题啦吼。另外今仔日小芳吼是这个参加这个这个卫福部的一个捐赠的一个活动啦吼，就是咱的一间这个医疗科技公司，搁台湾微软吼因关这个软体。互咱的邦交国，这就是讲吼，因为台湾咱目前有足侪即个医疗，吼拢足先进的，吼譬如说咱的即个医疗分析，吼咱照 MR 吼，咱的影像分析，就是咱照这个一寡咱去病院啊，吼可能照即个身体啦，吼 X 光啦，或者是照 MRI 啦，还是啥照了后吼会当经过即个3D
即个立体影像分析，会当搁较了解着讲，你即个目前身体状况是安那吼。所以我今仔日参加即个这个智捷医学科技公司，搁台湾微软因的即个这个医学影像分析的一个这个互咱的邦交国，就是未来咱的台湾有诶咱台湾的即个医疗发展的嘛，互咱的邦交国因之即个医疗方面嘛会当搁较成长一方面就是跟其他的这些邦交国有一寡分享嘛，透过即种的捐赠搁课程就互因知影讲要安怎操作。会当做一个医疗的即个外交所以我会感觉讲咱台湾人嘛真善良，台湾人愿意帮助其他国家的人大家做伙，互咱的世界的即个医疗会当搁较先进，这是今仔日秀芳参加一个捐赠的即个活动啦我感觉讲台湾毋若是一咱的科技产业。资通讯产业足发达的，伫即个医疗方面嘛是足先进的伫咱的资通讯搁医疗方面，咱家己真好，咱嘛希望讲会当帮助其他的国家会当共好这是就是咱目前国家当咧做的台湾 can help， 台湾会当帮助其他的人台湾愿意帮助其他国家的人。这是一只甲秀芳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好，咱先休困一下等下再搁转来厝边隔壁的节目。好，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拜一厝边隔壁的节目，我是立法委员黄秀芳。拄仔伫节目当中有甲咱的好朋友咧讲着最近的一寡时事啦立法院的一寡代志咱希望讲会当透过电台，互咱搁较侪人来了解另外就是咱台湾一直是含中国这边咱讲台湾的即个地理位置啦中国这边一直要甲咱侵犯，甚至讲逐工的即个军机伫台湾的四周围安尼踅来踅去对台湾的即个威胁。过当然是咱国家当然有咱家己的即个空军嘛共款有一寡制衡的力量啦那咱嘛真希望讲咱台湾的即个武器啦还是讲咱的一寡装备会当较好，会当较先进，因为咱的所有的这个军人拢是咱家己的子弟嘛。当然希望因用的物件、用的飞机啦用的装备拢会当是上好会当保护国家搁会当保护因家己这个职业军人会当保护因家己。那真可惜的就是讲咱即马目前的即个即个国防预算啦到即马是共款啦还未通过有通过的部分这无法度像预期的咱要爱的即个整个即个预算经费啦当然咱希望讲整个逐个无论是国民党、民众党或者是民进党，咱台湾就是干那一个尔咱就是爱保护即块土地。那保护即块土地第一就是咱我拄仔讲的咱的即个军人即个军备爱好所有的即个国军的即个装备爱较先进的互所有的即个军人使用的时阵无后顾之忧啦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就是咱即马目前看到的就是台湾有足侪中国这边渗透咱讲的是讲共谍即个中国这边以早就讲伊要用武力来对抗台湾可是即马你用武力无一定较好就是你甲台湾即个所在摧毁可能对中国来讲嘛无好，所以换一个手段就是用收买台湾即边的人渗透无论是公庙或者是讲一寡网红甚至为的是一政党内底就有人是咧替共产党替中国即边咧讲话。
那当然，咱进前看到吼，为的是这个这个媒体人、媒体的这个媒体人啊吼，伊着收买着即个军人，互这一寡军人好处请即个军人提供或者是泄密提供一寡资料互伊，伊则搁摕去卖啦吼。所以我感觉讲吼，目前台湾的即个状况，咱感觉讲为虾米台湾是目前咱看到是危险就因为中国即边将来毋捌放弃着讲要有力统一台湾所以咱当然是爱有家己的即个军队来保护咱家己。毋过咱家己内部，就是咱台湾家己内部有一寡共谍，咱嘛是爱甲掠出来。或者是讲一寡军人伊将咱的一寡军事机密的物件泄露出去，即种的嘛是爱共款甲掠出来，而且我感觉讲嘛是爱判重刑啦因为咱国家就是靠即个军人保卫如果说咱的即个军人拢搁甲一寡资料泄密出去，还是讲咱演习汉光演习的一寡资料搁泄露出去，这对一个国家来讲，这是一个天大的这个影响因为变讲敌人就知影讲咱的布局是安那，所以我一只我嘛是一直就讲只要有掠着即种的共谍我感觉讲就是爱重判袂当轻轻判。一定是爱重判爱判较重的，互人毋惊搁毋敢搁做即个共谍啦所以咱看到新闻内底为了收买，可能开几十万就会当摕到即个演习的资料。我看到讲，这哪有遐尼好？就是这个花少少的钱就可以得到一些资料。看样伊即个。共产党即边就讲，我即摆着开少少的钱，收买台湾即边，会当互伊收买的人，收买了后提供一寡机密的资料互因，伊会当开少少的钱，就会当甲台湾，得到一寡资料，安尼哪会毋好所以我感觉讲，咱的政府嘛是爱硬起来啦针对着一寡泄密的、泄漏的，咧做匪谍的，拢是爱。严判，而且爱重判，一定爱重判这才有法度互人心服口服，这是咱一直咧强调的。及立法院咱嘛一直强调的讲，针对这些人一定要重判另外就是咱看到讲前一阵足侪因为是路的咧行路也好，还是讲开车去即个吸毒的人。去弄着，还是讲去甲伤害着，然后就因为安尼性命就无去是最近行政院这个国部会大家拢动起来，就是要打击打击毒品我嘛认为讲因为毒品你若泛滥，整个国家就会歹去所以咱看到讲这个贩卖毒品最高可以死刑。我嘛真赞成，就是你只要是贩卖，只要是卖毒，我感觉应该就是爱判唯一死刑，互你竟然是卖毒互其他的人，我感觉讲无论是卖少卖济，反正你只要是卖毒，就是唯一死刑。我是认为安尼啦另外，咱看到讲最近即个咱国家即边所有的即个国部会尤其是即个警察局即边全部动起来，就是要试毒。是路边是路的就针对着即个毒驾的部分，警察就是是路的拦截。那我感觉讲这安尼嘛有效啦就是互所有的即个民众你若有吸毒，就互伊有一个对知影讲你若吸毒，你互掠着的时阵，你就是会被重判再来就是说毒驾已经造成足侪人因为这个伤亡，所以我嘛是认为讲即个政府针对着即个毒品，伊
一定要严加查缉，另外就是卖毒一定要唯一死刑，卖毒一定要唯一死刑。过来就是讲，你若毒驾，一定嘛是爱连坐，就是你知影讲即台车毋是即个人的，结果伊食毒，伊佫开车，坐一边仔的，或者是即台车的人，拢是爱连带接受着处分。我感觉讲这拢是爱的避免着即寡无辜的人因为被毒驾，然后伤害着性命这是我感觉讲这是咱无法度接受的啦就是有时候咱看着讲怎么会这么无辜行一路的，就互即个毒驾的人安尼弄着性命都无去啊！所以我有时候觉得说这就是这个监护爱做的监护的责任啦袂当搁互一寡人咱百姓的性命因为安尼来无去所以我真赞成就是咱的政府针对着即个贩毒一定爱唯一死刑当然即摆目前无啊我是认为讲贩毒卖毒我感觉认为讲就是爱唯一死刑。你知影明知影讲即个卖毒对无好你有着安尼就是要来趁即个无好的钱嘛所以我是认为讲卖毒啦贩毒我觉得我赞成是唯一死刑那当然是会当互一寡人会当有所警惕啦当然是即阵政府嘛真认真咧緝毒，咱希望讲有一寡成果，无即个毒品会影响着咱的社会安全、社会治安绝对会影响啦。有诶人食毒了后，伊可能无钱通搁买毒，伊就去抢去偷。这就变讲咱的社会治安就变歹去啊，甚至咱会讲食毒，伊就去开车去弄死人，这嘛对着咱的社会安全嘛有真大的即个威胁，咱民众的即个安全嘛受到足大的威胁，所以我种真赞成，咱的政府一定爱对即个毒品爱加强查缉，一定爱加强查缉。我感觉讲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啦好另外我一只嘛爱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因为过来即个7月份开始暑假咱即个开始要放暑假当然咱所有家长拢爱知影讲咱的小朋友到底也是讲咱的囡仔到底是去倒位啦嘛爱了解着互伊会当有一个正当的即个活动一只咱嘛报几项一个就是咱关怀文教基金会一暑假的时阵有办即个夏令营有办夏令营即个台语园区嘛有办足济即个活动啦咱拢真希望咱的好朋友逐个会当做伙来参加尤其是即个夏令营足济人感觉讲真好我嘛感觉真好啦这个夏令营真的会当互咱的小朋友透过着即个活动伊会当学习着足济这个讲台语啦透过即个活动伊会当伫快乐当中来做一寡学习为什么台语遮尔重要我举一个例啦就是前一阵逐个毋知有发现着无就是即个黄仁勋来台湾的时阵是前一阵伊有讲着伊讲伊含一个囡仔咧对话嘛即个囡仔伊妈妈就讲伊会讲英语结果即个黄仁勋就甲伊讲台语嘛甲伊讲台语，伊就讲即个你袂晓讲台语即个囡仔可能听得似懂非懂知影佫若毋知影那咱知影讲即个企业家即个黄仁勋伊虽然细汉的时阵就是含爸爸妈妈去国外去，毋过伊的爸爸妈妈可能就甲教台语，所以伊即个遮尔有成就遮敖趁钱伊嘛无袂记不会忘掉伊的根本就是讲伊是台湾人伊讲台语
所以伊伫台湾的时阵吼，有足侪时间吼嘛会讲台语啦吼。所以我即只吼嘛要鼓励着咱的即个家长吼，就是互咱的囡仔，你也会晓讲台语吼，一厝的就尽量互咱的囡仔会当讲台语这个会当有知影家己的母语会晓讲吼，其实我感觉讲会当就是还蛮吃香的啦吼。就是你若出去外口，你食头路的时阵，你也讲台语，你听有，其实有足侪人会感觉讲很亲切，吼，很亲切。所以吼，咱看着讲。咱的关怀文教基金会就每一年吼，拢办足侪即个台语的活动。暑假的时阵嘛，办足侪活动啦吼。有即个台语的趣味的文化营，吼，这是逐年拢咧办的哦。嘛足侪咱的小朋友吼有报名参加啦，吼有国小啦，这个总共有2个梯次吼，所以这拢会当吸引着咱的即个小朋友做伙来尤其是伫暑假的时阵吼。透过即个活动，互伊了解即个伊的母语伊当伫趣味当中来做学习吼。有当你若讲用教的课程当中，就死板板的去教，伊可能无想要学。可是你若伫即个趣味当中去教，互伊学习，有足侪小朋友伊会感觉讲足趣味的，吼伊会想要学。所以吼是。关怀文教基金会就每一年拢会办即个台语的即个趣味文化营，就吸引着足侪即个小朋友来参加啦吼。我看着今年吼报名的嘛足踊跃的吼因为逐个渐渐知影讲吼母语的即个重要，无论是你是台语啦、客语啦，还是你原住民话，吼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甚至有的是恁妈妈是即个这个新住民吼，有的是越籍的吼，越南籍的吼，还是讲其他国家的即个这个妈妈爸爸吼，你家己知影讲你的母语吼，除了讲你会晓讲华语以外，你也会当阁讲台语啦，还是讲恁妈妈讲的话吼，还是爸爸讲的话，我感觉讲这对囡仔未来即发展嘛，拢真有帮忙吼，真有。可以有更多的语言学习，我感觉讲这拢是足好的啦吼。尤其是我顶届有拄着一位妈妈吼是越南籍的吼，伊教囡仔，一厝的教囡仔教越南话，一学校伊就会晓讲咱的华语嘛吼，有当咧教厝边仔讲，伊阁会晓讲台语吼，所以我感觉讲这个。囡仔吼后摆这竞争力嘛足强的吼，因为伊后摆也许可以当个这个翻译吼，伊会晓讲越南话，伊会讲台语，会当讲华语，我觉得都很棒吼。那甚至伫学校伊个讲一个英语，吼，所以我感觉讲会当讲妈妈的话，吼，这是对一个小朋友一个发展嘛是足有帮忙的吼，会当。互小朋友知影伊的根，他的根在哪里？他不忘本，我觉得这个都很重要啦吼。所以，咱嘛真欢迎咱所有的即个朋友吼，平常时会当来到即个关怀文教基金会即个台语园区，互你会当得到足侪即个趣味的即个活动，吼我嘛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吼，是即礼拜拜六，咱是即个台语的创意园区内底吼，都有一个粉彩画台语的手作课程。我看到即个图吼，我就感觉讲真趣味啦吼，因为这老师吼伊会当为教咱要安怎来做创作画图当中吼，你就会当学着台语而且你阁会当得着哪话哪讲台语你阁会当得着。一幅真水的图吼，因为家己画嘛吼，所以我感觉讲这是真趣味啦吼。就是从这个做中学学中做阁为即个学习当中去讲台语，我感觉讲这是真好啦吼，真好这个欢迎吼咱的朋友会当做伙来参加啦吼。这个活动足济啦吼，因为台语园区吼是周董事长甲杨院长因2位阁足济即个志工老师，大家共同推动，所以伫即几年内底吼，即个台语
台语文创意园区办足侪即个活动，嘛吸引着足侪人来遮学习，透过活动来学习。我感觉讲，这个真好，这嘛是咱政府一直咧推动的，希望大家袂甲即个根本甲咱的根袂当放袂记，大家做伙来学习，我觉得这个都非常的好啦，那当然就是台语非常的重要，台语非常的重要这就是妈妈的话啦所以我感觉会当为即个活动当中来学习，这感觉这是一个真好真好所以嘛欢迎咱所有的小朋友也好爸爸妈妈会当替咱的小朋友去假日的时阵带来即个台语文创意园区遮无论是看电影还是做劳作或者是耍布袋戏拢会使都可以啦另外咱看到讲即个台语文创意园区我拄仔看到6月份有即个手作课程，佫有一个电影这个活动实在是足侪啦所以咱欢迎咱所有的好朋友你就是爱透过网站去知影讲即摆目前是咧做啥物会当报名会当报名来参加另外我嘛要来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就是大家真关心着咱中华的即个发展啦当然中华的即个重大的即个发展一中华即个区域，咱大家上爱知影就是讲，咱希望未来下一寡这个铁路高架啦、台中捷运啦还是讲即个都市计划啦，当然即几项的即个重大建设，拢是中央甲地方政府，就是县政府，大家爱通力合作。如果县政府伊也无积极咧推动，有当咱一寡重大建设嘛无法度推撒出去。所以我就是即阵我嘛希望讲未来咱的民进党提名的即个陈树月委员也会当当选，咱中华的即寡重大建设会当搁来加速，来进行。咱嘛看到讲陈树月委员未来即个县长伊嘛有讲到伊也当选的时阵65岁以上健保要免钱啦健保要免纳就是咱中华县65岁以上的咱的长辈健保免纳，就是由县政府即边来编预算当然这是真好就是咱嘛希望讲这个社会福利会当照顾着搁较侪人毋若是咱的老大人咱的囡仔咱的少年人拢会当照顾着这就是互咱的中华未来咱感觉讲这个会当互少年人愿意留咱中华中华是一个宜居的城市啦当然即摆目前咱中央嘛足希望讲会当甲中华县即边来斗相共咱希望讲未来11月28即个县长会当陈素月市长会当黄博瑜佮所有民进党所提名的议员，大家拢会当当选佮代表会当来当选大家通力合作，互中华会当加速的发展我感觉讲这是咱拜托咱所有的好朋友，拜托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咱大家做伙来拍拼。好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